明仔载就是投票日，为着要加速这个开票的流程，中选会今年是加设146个投票所，选务人员拢总有24万人。中选会是搁再提醒讲，阴暗饭点过了后，民众就袂使伫网络的社群来替人抢票助选，以免犯法。拜六就是投票日，今仔是竞选活动最后一天。中选会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提出大家爱注意的代志，严格要求各候选人做事活动爱伫咧暗时10点进前结束。中选会嘛提醒民众，投票的时着爱带3项物件，也就是身份证、印仔，也佮有投票通知书。另外，阴暗饭点过，也就是1月13投票即天是袂使有任何有票行为，像讲伫咧网络的通讯媒体嘛袂使哩。1月13日凌晨0时起，不可以在通讯软体 LINE、脸书等社群媒体或其他媒体为任何候选人助选，违反的话将处以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，经制止不听者，得按次连续处罚。另外，民众在投票的时，除了禁止站嘛禁止穿有候选人标记也是号码的选举物啊，也佮有衫裤。就算讲发挥创意，伫咧身躯顶动骹手嘛是袂使的。有在头发上面这个显现出这个候选人的图样等等，这个一般客观会认定是一种助选的行为。这个全国的投开票数计共有17795个，投票的时间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。为着要防止媒体伫咧报道开票的节目过程中间出现错误的数据 ，NCC 这届大选无和中选会合作，会密切观察每一间电视台的开票作业，一定爱符合真实、有所本、通查证的3大原则。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。